下的家，你今天还好吗？无论有多少变化，请记得走回家。昨天对我说的话，今天还记得吗？那些句句关心话，都是对你的牵挂。遇见你，喜欢你，只想和你在一起。想见你，很想你，猜不透你的心意，我不想放弃。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你的眼神诉说牵挂，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一个屋檐下，今天还好吗？别再流浪，眼泪流下，别再犹豫，天亮慢慢走回家，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敢讲真正就是伊啊？迄嘛想拄好啊！看起来是袂歹啦，也毋过我明仔载就要转去伦敦啦，拜拜。新商品，新商品，买cheese包送红茶哦！而且阮三明治套餐45块就好，50块有走就食会饱哦。先生，来，这广告单你摕咧，凭这哦95块送薯饼哦，伫边仔尔，多谢多谢。哦，小姐，来，我甲你讲，阮店新推出一个，这是真鲜套餐。等我，来，这广告单摕咧，凭这95块送薯饼哦吼，伫边仔尔，若是点这cheese包吼，咖啡会变大杯。来，请，伫边仔尔吼。头家娘，生意袂歹哦。讲实是你真厉害，阮这个广告单发遐尼侪工，就今仔日生意上好啊。迄是恁物件好食。来，这是你今仔日的薪水200块，还有，还佫有啥？请你食。好，多谢。你明仔载爱过来斗3工哦。当然，头家娘叫我一定来。多谢。头家娘，哈？迄落无要伫的吐司边啊，敢袂当互我？啊，你要伫这创啥？哦，我摕转去饲狗啊。饲狗？这互狗食无好啦，爱吃饲料才有营养。我当然知影，拜托的，阮家狗偌好命咧，伊拢食牛排啦。这个吐司边哦，我是放在牛排边啊，会挖喙齿啦。原来是安尼哦，来，全部送互你，三明治替你放内底。多谢头家娘，多谢。对，客气。OK， 拜拜。拜拜。新食三明治有没有死啊？哇，这三明治看起来就好吃。说起啦，三明治然后猪肉也真好啊。我有吐司边。哦，那真好吃啊！哇，系啊，是毋是偷钱啊？先算这个。辛苦小弟！哎呀，来，拢大人大正，搁遮尔无势力哦，啊，超久无看的。我早上就来啊，市电铃敲你的电话，拢无人啊。我就在想，你是毋是搬厝啊？我今日过来一转，总算找到你啊！我来张迄是你啊！啊，请问你有啥物代？哦，我顶礼拜为韩国转来，台湾的天气伤热，
甲你讨一杯水来啉。啊，顺续吼，有一个代志想要委托你，咱会去豆豆阿哥。好，行。应该掠准我是阮阿兄，冤总。哎呀，叔叔请莫咧麻烦我，就老实甲伊讲啦。毋对啊，伊讲有啥物代志是要委托我，敢讲有啥物好康的？对，谢谢。好，来，啉茶。好，多谢。哎呀，我就期待。请。你这十几年啊，拢无啥物变化。我小情嘛。我嘛是小情的人啊。这几年我全世界四界走。上思念的，就是台湾这群老朋友。这个是为着婚庆装潢的 case， 我才转来的。一转来，我就马上来找你啊。婚庆装潢啊？就是恁事务所开幕的头一个作品啊。嘛是我投资的迄个婚庆度假村啊。迄个时阵，佮摕到一个什么建筑金石奖。咱阁做伙去你领奖诶，你敢讲会记哩？会记哩，我当然会记哩。带你上台领奖的代志。对。系啊，我连细声都唔知影。对啊，这久无看，你应该有新的名片吼，敢会当互我一张哈？有。来，这是我的名片，请多多指教。顶面吼有我的电话，各种社群软体的账号，连 QR code 拢有。即马做生意吼，爱跟着时代，若无就要食家己啊。对。原来伊叫魏碧川，云天实业董事长。拄则讲着。咱做伙去你领奖哎呀，迄个时阵有够激动的，咱两个揽做伙啊！我去的时阵哦，笑我足欢喜的，流目屎啊！对，欢喜甲哭，这是一定的啊。只不过啊，最近这10几年来，度假村的生意是渐渐啊愈来愈歹啊。我就在想，是毋是应该做一寡改变？安尼，魏董，你按算安怎改变？你看，虽然即马经济无景气，也毋过若是拄着婚姻大事咧，这开钱哦，也是真大方的。我在想，是毋是甲这个度假村的这个宴会厅，这几栋拢改做婚宴会馆？其他的设备哦，爱翻修的就翻修，爱换新的就换新的。这个代志我感觉也是爱你来做。我的有算是一亿。一亿？当然啦，我知影你即马是真出名的建筑师啊，像这种小的装潢 case， 对你来讲，真受淡薄委屈。也毋过你想吼，阮度假村是你亲手打造起来的，就亲像是你亲生的囡仔共款。你敢忍心交予别人，也是爱你来做啊。我知影你以前收费的习惯是10%嘛，安尼就是1000万。你感觉啥款？魏董，什么啥款啊？就是这个 case 啊，你敢会当做？毋是我敢袂当做的问题。老实讲吼，我毋是真确定啦。我要甲阮某参详一下啦。唔，行。你是魏董？
你是？你好，我是张管。哦，对，恁事务所拄开始的时阵，你是个助理嘛？哎呀，你即马搁伫遮上班呢？嗯。等下，我拄则听伊叫你母的，所以恁结婚了？啊，伟当其实是啊，伟当，阮两个拄结婚无偌久，就无闲的啦。最近有 case 接较济啦，阮惊无时间去处理伊个 case， 我先甲阮某参详者。行，咱去讨论者。等下才出来甲你报告。哦，行。你竟然想要用你阿兄命来抢这个 case？ 较细声啦。我嘛有甲伊讲我是工龄户啊，是伟大一直看到我，一直甲我讲，我想要甲伊解说，伊就讲，设计费要互咱1000万呢。哦，所以你就继续互人抓准你是工龄户。莫讲到敢若是我受康受胖好无？你先甲我讲，迄个云金度假村的 case 你敢熟？废话，迄是我甲你阿兄做伙完成的。安尼就好啊，即马阮阿兄无伫，你就接啊。安尼你嘛袂当用伊的名，我马上去甲伟当讲。袂呢啦！哎呀，你莫用我！你即马去甲伊讲，我毋是工龄户，万一伊家这 case 互别人做，1000万咱就趁袂着啊！安哥，你即马足有钱是无？你今日讲要去找银行贷款，结果咧？银行搁我收入无稳定，无爱还贷款。你看，即马咱住在遮，电话毋敢接，电话嘛毋敢开 ，case 安怎入来 ？case 无入来，你欠工人的钱安怎还？贷款免纳哦。逐工靠我去发广告单，趁200块一包吐司边，按照过日子，连水电拢纳袂起啊！好啊，无我即摆去甲伊讲啊，歹势，我毋是工龄户，我只是甲伊写做共款的双生小弟工龄格。即摆即间事务所是由迄个你连名拢想袂起来，就由外小姐负责。你感觉这个 case 伊敢互你接？也是你已经考虑清楚啊？你要甲厝卖掉，搬去甲恁爸住？无可能，这间厝我绝对无可能卖。安尼就对啊！你想看卖？假使你毋接这个 case， 敢讲你忍心？看阮阿兄，你心爱的人，伊设计度假村，互人学袂改。恁两个共同回忆，恁的定情作品，凊彩互人糟蹋，安尼你敢会甘？既然你了解这个 case， 恁莫讲，我莫讲，无人会知影。到时阵甲这个 case 完成，摕到1000万，你嘛收掉，你甲阮阿兄爱的成果。安尼敢毋是真好？好啊啦，来，你创啥？行，莫用了。恁敢参详好啊？伟当，阮参详好啊，这个 case 阮接。讲你。好。对友啊，我拄则伫内底甲你讨论的，毋是伫讲生笑，你爱考虑清楚。安尼，恁敢有啥物想法？伟当，是安尼啦。老实讲吼，当初阮伫设计婚景的 case 时阵，有我，若是我厉害的助手，其实规个 case 差不多有80%设计是伊想出来。伊即马已经是有即只的建筑设计师啊，嘛家己接做一个大 case， 所以我在想，即个装潢的 case， 互伊来负责啊。这哦，伟大，你放心啦，我一定会在边仔顾咧，三不五时就互伊足侪建议。嘛好，恁吼会当变作阿某，阮的度假村嘛是恁的大媒人啊，因为伊见证恁的爱情啊。安尼，这个 case 就交互张小姐来负责。要毋过，恁好
你嘛爱甲伊斗相共。啊，一定。安尼啦，我邀请两位下一礼拜啦，来阮度假村看卖即摆的环境。看卖阁有啥物更较好的想法，咱拢会当讨论啊。哦，这主意袂歹哦，对无啊？好，无安尼啦，我先付你四个月的5%，也就是50万做定金，好无？好。哎，伟大，哎，定金是毋免，对啊，未受罚进前，甲你收定金无啥合理。咱到时阵见面再讨论。嘛好啦，安尼，咱这礼拜啦，度假村见。若是一切顺利，咱就伫遐甲合约签咧，你看啥款？好无？我交了啊！您好，希望咱即届搁合作愉快哦。合作愉快，伟大，我送你哈，来，哈，请，我来，顺行哈，好，再见，张友啊，迄50万定金你现在唔收哈？哎，假使你收落来，咱即马就会当食一顿好料的，而且你阁会当甲一寡小行动啊。我竟然甲你做伙讲白菜，头拢已经洗啊，你就莫阁想遐济啊啦！你就当做是阮阿兄在天之灵，不忍心看到你摇巴肚，所以就显灵，互为当来找你。恁两个定情客死呢，毋是最有意义的。我警告你，这个 case 你若敢甲我母害去，毁掉你阿兄的名声，我绝对会帮你耍。OK，阮阿兄的名声最重要，咱的巴肚无重要啦。好啊，师傅大人，麻烦你甲1000万趁到手，无我正式邀去找阮阿兄啦。真正是。想你了，我真的想你了，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别再犹豫，天亮慢慢走回家，两人一起在浓烟下。我要去机场，10分钟信。好。接落来，做伙关心一个企业的消息。国内百货业龙头万普百货集团少爷刘义勇，昨暗甲美心集团千金高彩薇参加万普董事长刘向贵的寿宴。双方家长讲，这对拢是企业二代财主家庭，是以结婚为目标伫交往的。今日甲彩薇见面真欢喜，阮是好朋友，嘛真多谢伊来替阮办过生日。有传闻讲，你甲妈头原助理伫交往，请问你是啥物关系？阮小姐的经纪公司我有投资。不过我甲伊本人只有在公开场合见过一摆，私底下无其他的接触。遐传闻，伊公司无遐热情。阮老家甲彩薇交的交情足好，我甲彩薇爸拢希望因两个交往。我的生日愿望是伊赶紧结婚，我较早无事嘞。查某人吼，就是一直爱出现在伊的面头前，无伊早晚互人怪去。喂 ，Alan， 新华迄个代言，我决定接啊。甲迄位叫交换的model合作，我无问题。好，咱这个约时间。哇，哦，足可的。你真是真拍算呢！
就甲你讲过，资金诚好，喙钱头前诚甜。你要为喙钱头前倒倒啉，才会当了解咖啡的滋味。若拢像你安尼，像啉威士忌共款，当然好啊。我是讲等消息等到我足痛苦的，哎呀，真正足折磨的。啊，陈文琪那唔转来啦。来啊！哎，小款 ，Alan 那边敢有啥消息 Alan 讲，原助理愿意甲交换合作，OK 啊 ？Yes，交换，能还了，还了，这个真正还了。小款，有欢喜无？老实讲，我无感觉是真实的。你咧？当然替你欢喜啊！我对你有信心。交换，我能认识好啊，这个 case 是运动品牌，所以我已经联络教练替你安排课程。唔但爱练出6块腹肌，脚侧边、胸膛、肩胛头，还有手，一定爱练出来。无原罪看到你吼，一定就是要食糜的。什么意思啊？会肉虎啦你！来，水一大杯。这边啊，家己来。啊！哎呦，唔是我要啉，互你。我啉。练身体一定爱啉足侪水。对今日开始，你啉一杯咖啡，就要配5杯水来补充水分。明仔载再去6点起床，先走5圈，然后去运动馆。对啦，去海部当时要翕。拜公。啊？拜五？哎呀，先做迄么赶啦！啥样片早就做出来啊！阮甲 Alan 拢烦恼消息的泄露，所以想要赶紧完成。而且阮阁有拍微电影的计划要进行。哇塞，这个兴华是了落去啊！好，交换，从今麦开始，一天减食一顿，所有碳水拢袂当食。到翕相迄天，你的体脂爱降3%。根本是无健康。哎呦，非常时期爱用非常计划。这个你要甲国际有名的 model 做伙翕相，你的外表、你的身材绝对袂当会比落去。Hello， 阮有专业的造型师替交换重新设计 ，OK？ 对哦，阮交换啊，桌面的面比正面好看，我会提醒你点数，你嘛替我记者。No， 你无我了解伊。我是经纪人，我是女朋友。阮交换咧，面外45度，头咧咧安尼上好看，告诉我加上笑容，就搁较迷人啊。是啦，哎呦，果然是个女朋友，会当看到其他人看袂到的。啊，对啦，小款，你敢有观察到我倒一个角度好看，将来我就用这个角度自拍啊？后壁。什么开始摇摆是无？到时阵我就禁止弹门，互恁保持距离。你敢？我当然爱安尼做啊！伊要甲原助理翕相，翕相了后，伊的身价一定提悬。禁止谈恋爱，才当维持身价。啊，毋对，我应该宣布有女朋友啊。然后恁两个才分手，你的身价就会加倍啊，交换。好意思讲，你好意思讲，拍我面啊，我面最重要啊！啊，对啦，我想到啊，原助理经纪约是毋是要到期啊？我要趁这机会争取伊的经纪约，安尼我的手头就原助理交换2张王牌。Oh my god， 足赞呢！上面讲我今年的好运真正是哦。哦，发啦！哦，淡薄，多谢你。阴暗，我想要食庆功宵夜，我请你。安尼拄则讲的饮食计划咧，你敢无听过？减肥总是明仔载就开始。淡薄，你花够点哦。来，物件快来，我请恁食宵夜啊！行啊！哎呀，行啦，走吧。
事务所第一个 case 总算完成了。头家，有啊，在你的心内，我敢只是头家尔。我有一个查某囝，你敢不要紧？不要紧。Hello，又搁是这个眼神。我毋是江林豪，我是江林杰 ，OK？ 想你了，我真的想你了，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一个屋檐下，今天还好吗？我在流浪，眼泪流下。Hello， 又搁是这个眼神。我毋是江林豪，我是江林杰 ，OK？ 你毋是想要变做江林豪，也毋紧认真哦。啥物拢毋捌，要安怎甲会当讨论？毋是啊，这几工尔，我是会当学外成啊，拜托的。哦，所以迄1000万你无想要趁？我认真，我用功。是讲吼，我知影你定定甲我看做阮阿兄，安尼我到底是啥物时阵甲伊上神？我是毋是伫伟大的面头前就爱保持迄种感觉？其实真简单，真是好，莫笑。莫笑。然后较严肃咧。较严肃咧。所以来咧。接下来就啥物拢莫讲，啥物拢莫做，上神。大小姐，你创伫我是无？啊，我就安尼，计一箍面，啥物拢莫爱讲，甲人上共款，哪会生意？拜托诶，恁阿兄是真稳定诶人，哪亲像你啊？像狗共款，嘻嘻叫。OK， 啊，恁两个上稳定，恁两个着小龙女，阁无排迄款的吼。啊，是讲小龙女的日情，嘛是爱靠优国去刺激。啊，恁两个拢冷冰冰，要安怎淡落来？爱毋是干那用嘴讲，爱用行动去做。哦，原来恁拢靠行动。安尼借问一下，恁迄个爱要安怎做啊？江林杰，你讲的真下流呢！足痛诶，毋则恁做着会呢，我讲着袂用呢，无讲白。你搁讲？足痛呢！想袂到，恁讲加医生。江林杰，你嘴死性！我无，我看书，我看书。拜托你，较正经好无？好啦。迄个安全腿是楼梯间伫避难站的出入口，应该到1点钟防火时候的防火门。建筑每一栋的安全腿至少有一座伫各站，干那设一个出入口，而且以前我甲恁阿兄伫遮办公，大部分时间拢是个人无闲个人的，就算讨论代志，阮嘛袂讲伤济。是安怎？因为我无需要讲伤济，伊拢知影我心内伫咧想啥。迄个时阵，我感觉只要有伊伫我身躯边，就真安心，就感觉啥物拢毋惊，就感觉有伊，就敢若有全世界。
阮阿兄无伫啊，你的世界敢搁伫？你莫搁看我，紧做功课。好，我莫吵你，我莫烦你，我点点，吼，我家己看住。哎，唔对。这位先生，请问你搁伫跋倒一出？有啊，对即马开始，到这个 case 结束，我要追明我家己，我就是江仁豪。水在你，水在你。你会当互马道自由发挥，处理好，总是会当甲我的设计发挥了足完美。安尼恁就分工合作，好。总监，助理人呢？你敢讲？助理还未到呢，要毋过阿皮甲交换1点钟进前就到，因伫伪装室。 OK， 就安尼。拢几点啊？你敢无需要伪装？你免烦恼啊！我甲助理交情遮侪年，我足了解伊的，伊的行伪装，而且1分钟拢袂超过。你放心。好，安尼我去伪装室看觅。对，对这边啊，我较高的，搁较高的啦。刚才有替你看，这一定系专业来看。迄个嘴吼，最甲这边你家小可画较翘咧，翘起来，像迄个菱角安尼较好。歹势吼，请你莫计较，我的经纪人有较紧张。我画好啊，你看无有啥物所在需要加强？我是感觉好啊，多谢你。交还你唔是，这真重要呢。你看你这，我感觉你的目白甲眼神会当搁较有精神呢。Vicky，阿皮，安怎啦？莫遮尔紧张好无？我的艺人真无简单，要甲国际model翕海报。哇塞，我甲你讲，但你的气势哦，一定爱赢过这原助理。你讲的我拢知，也毋过你身为经纪人，比艺人搁较紧张，你会影响到我的情绪。安尼我翕相时阵会无法度发挥。交换敢画好啊？等不记，你看者。小看啊，是毋是目白甲眼神需要搁加强？你讲话啊！阮男朋友少缘投的，就是真好看。Vicky 甲你的优点能表现出来啊！今仔日翕相的效果一定会真好。唉，阮主任哪还袂来？是毋是迟到啦？我希望伊较早到，伊当甲交换小讨论一下啊，培养一下感情，安尼翕相的时阵会较顺利。哎哟，阮主任是毋是受久无转来台湾？伊敢会读车还是兼在路？敢会找人甲伊联络哈？你莫遮尔紧张好无？Alan 已经甲我挂保证啊，伊绝对袂迟到。我奈何伊输甲家喙？保证，我就放心啊，我就放心啊。我是袂烦恼伊迟到，因为我听讲伊是伫出国进前，才临时改变主意接这个 case。临时？你即马甲我讲这？了喂，我就搁较紧张啊！还是都包装好啊啦，Vicky，我希望互咱的马道，去要加入进前，爱问每一个人家的口味。尽量愈留愈好，谢谢哦。Julie，wonderful，
无？我就知影你袂互我失望的。欣欣，来啊！紧带咱国际码头去化妆室休困。助理小姐，化妆室在这边。想你了，我真的想你了，好想回到那天。遇见你，喜欢你，想和你在一起。毋是讲连一分钟拢袂超过，人咧？助理小姐，这边请。助理小姐，这是阮新华的陈文琪陈总监。Hello， 咱总算见面啦！今仔日翕相就照事先会议讲的流程进行。你敢有啥物细节想要特别调整的？无啊，就这样流程行啦。好，若是阁有问题，随时会当找我，或者是找欣欣。交交互你，我先去领下病。袁助理小姐你好，我是你即届合作的码头交换的经纪人 Albert 金条龙，金社会金，牛条尾的条，新良的良。即届足欢喜会当甲你合作哈。哦对啦，听讲你也是无经纪哦，像你即种出名的码头，哪会用无经纪人在边仔伺候对无？所以我想这这是我的。这助理小姐，你要爱的日晒耶加雪菲是交换遐的咖啡厅赞助的哦。因兜的手冲咖啡上盖赞，咖啡豆仔嘛是家己烘的，啉过拢学咯。助理小姐你好，我是交换。你啉进前会当先闻看卖，安尼你当闻到耶加雪菲有淡薄仔酒的香味，这咖啡为喙齿头前豆豆倒入去，你就当啉到伊有淡薄仔酸味，佮有淡薄仔甘甜。等下去买洗手啊，互大家伫咧现场的时阵，文杰若是巴肚。原主任是咧去派头哦，伊看袂起阮交换。我拄则甲伊介绍半工，伊拢毋插我呢。甲石头等去水底，阁会啵一声哦。毋是啊，恁男朋友即摆互人当做空气，你咧笑啥？态度领导真好啊，或者是讲，我甘愿伊安尼领导。啊？只要伊表现了专业就好啊！大家本来就无事，无需要硬要开讲，安尼真好，足好诶！领导来，足好诶，足好诶！恁头家是安怎？伊拄则讲的每一个字我拢听有，也毋过连做伙了后，我就听拢无啊。这你都毋知影？阮总监啊，一直伫问我，原助理到底有男朋友无？我拢已经找网络新闻互伊看，伊也是要我去探听。原来伊是烦恼国际码头甲交换规碗捧走。这是你讲的哦，毋是我讲的。总监是惊，若是两个码头有啥物绯闻，大家干那注意码头。哎呦，你甲伊讲免烦恼，原助理甲交换无可能出啥物绯闻。伊即种国际码头我看足济，目睭洗伫头壳顶，根本看袂到交换。唉，我看嘛免开时间甲伊交流啊，好好甲阮交换顾好就好。
唔对，敢若倒位怪怪的，奇怪。哎呀，我知影，花10秒钟，10秒钟哈。创啥？这边翘起来，看起来足奇怪的。免啦，创啥？我伫培养情绪，你莫过来好无？好，加油加油，好 ，OK。所以大家翕相进前，拢爱互你时间培养情绪哦。时尚界每一秒拢是钱，无人要跟你安尼无采时间。Just stop. Boring. 我讲过我的激动热情，我 surprise OK？ 哎，互因自由发挥啊！助理，高理，敢准备好啊？more. And if you wanted to move on, babe, 'cause you're taking too long. You keep telling me things, but I don't want you to let go. So it's always the same thing. Sick and tired of complaining. You keep giving me signs, but nothing seems clear here. You know, just can't speak a word or do anything. All those memories now, nothing to do. Can you hear me now? It's spinning around, 'cause I never know if you tell me, are you letting go? 有些这种感觉。 这热情的，助理甲交还，哪会配合你这么好？Sleep alone. Yes, bravo, yes. 交还。林豪在重要的时阵拢会穿这束西装，尤其是提案签约的时阵。有啊，是嘞。 我你等足久，这个总红的 case， 应该甲面小好好讨论。安尼就好诶，咱交我一下联络方式，安尼以后较方便。我看你敢若真享受嘛。你袂当看着我？真正是看到鬼啊！伊伫几个月之前就感情过身啊。我经验足济，今日我一定会当互面小听我的。灰白色墙面。 画了几朵笑脸。当你卸下冒险，回到这房间，以前的以前都开始怀念。从一个屋檐，心里几种语言。当你在我 面前
多亲切。想你了，我真的想你了，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去听了小候鸟咖啡的在演，终究还是回到那原点。想你了，我真的想你了，沙发前的玫瑰等你发现，雨停了，看候鸟它飞得再远，会有暖的季节再相见，还在同个地点等你出现。